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又来到神的面头前，伫这个所在三个见面，听神的话语，求圣灵来带领，帮助咱今仔日对神的话语领受，心灵内面得到平安，得到力量好叫咱伫现在这款的灾难当中，有上帝赐予咱的平安互咱知影，上帝无离开咱，上帝甲咱同在，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降临，伊是以马内利，神甲咱同在。无论伫困难，还是伫平时顺利的时节，神拢甲咱同在，咱毋免惊，因为伊是咱的天父伊叫咱毋免烦恼，毋能挂虑。伊说你看，在赤只伊也毋免种作上帝个赐活因叫咱观察山顶的百合花也毋免旁执上帝互伊绝水的装饰咱减会比在鸟只搁较贵重嘛，减会比山顶的野花搁较贵重嘛。神听咱，伊知影咱的需要，按时供应咱毋免烦恼，咱只有交托圣经甲咱讲，恁着将恁的重担来写托神，因为伊顾念你，因为伊顾念咱。伊阁甲咱讲伊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遮来，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咱逐个人伫世上，拢有各款的重担劳苦咱到神的面头前来，无论咱是一个罪人有偌济会歹的习惯捆绑着咱，无论咱偌大互人欺负，还是互人欺骗各种的问题，咱来到神的面头前，上帝是听祈祷的主，伊要甲咱同在，求伊借着每一礼拜赐予咱神的话语，加添互咱气力，互咱有迄个盼望，互咱有信心，无惊吓，靠主的恩典来过每一日的日子。咱无需要明仔日的太阳因为咱毋知明仔是阴天还是出日，咱只要知影有谁牵咱的手行水面的道路，那是一位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咱的天父。咱三合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即款疫灾这个疫情仍然是真猖狂的时节，阮仍然靠主的恩典来过阮的日子。虽然阮毋知影这个疫情几时要过去，但是阮知影阮的神永无离开阮。多谢你，求你伫今仔日的这段圣经当中，求你的灵来感动讲的人甲听的人，好叫阮同得到属灵的益处。阮安尼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我一切试探，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我在患难中，主怜悯眷顾，他永远爱我，体恤帮扶。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
向他祈求，他必定救助，除去我忧伤，消除愁苦。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他知我心，安慰帮助。受诱惑试探，更需要救助。主我决意来带见众福，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为他分愁烦，万不追捕。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他知我心，安慰帮助。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他知我心，安慰帮助。各位兄弟姊妹，这块诗歌甲咱讲，咱无论偌济重担、偌济苦中，咱应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全部向伊倾诉，完全向伊讲，伊明白咱的痛苦、咱的问题。完全交托伊，伊是听基督的主，求神帮助咱。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讲的题目，就是为什么上帝吩咐摩西要做这个会幕？会幕，咱来解释什么叫做会幕。咱仍然是要讲到出埃及记，伫前两摆的聚会当中咱讲到这个领袖大人物叫摩西，讲到伊出世的经历真特别毋是叫普通人无同的然后过来，伊做了领袖，上帝伊呼召伊做领袖叫伊去讲埃及王讲说，上帝要带出百姓。叫我带百姓离开这埃及受苦有灾难做落灾的所在。这个是顶礼拜。今仔日咱是讲上帝吩咐摩西要做这个会幕。这个出埃及记是圣经旧约第2本册，叫做出埃及记，主要是2部分规本出埃及记有40章，头一部分是第1章到第18章，咧讲什么呢？头一部分是讲到上帝拯救伊的百姓出埃及这个为做落财的所在。第2段是讲到第19章到第40章就是讲到神带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脚，并且伫山顶来启示向因启示关于在律法的代志，甲建造这个会幕的代志那么整个规本的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能力是叫做拯救。拯救上呢，
拯救以色列人百姓离开了迄个被捆绑做奴才的这个所在。但是伫属灵方面讲，也是要拯救世间人叫咱脱离迄个互罪捆绑做罪的奴才的迄款的地位，甲咱拯救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甲咱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那么好，咱顶礼拜讲到摩西，上帝呼召伊去共法老讲，说让我的百姓离开到曠野咧去敬拜上帝，甲要带因到另外一个老牛人甲蜜的这个所在。但是法老王断头壳，心正义，伊毋允准伊，所以上帝就借着10款的灾，10款的灾难临到这个国家，临到法老的身顶到最后一个灾伊忍袂掉咯。什么呢？就是凡若是四大囝，无论是正是迄个头生的头一摆生出来迄个若无按照神的假使，就是门顶太阳，还是只羊羔将伊的血抹伫这个门框顶面左右两边甲顶面，代表是啥物呢？那到暗3更半暝的时阵，迄个上帝经过每一家门口，若无迄个血的时阵就怎样呢？迄个家庭内面无论是做奴才的头生的四大囝，还是上若无门口若无血这个家庭头生的一定会死若是有血呢，上帝就经过去了，所以叫做有越过去，意思就是通过这个有血的家庭，全家得救。所以来到这个第10个灾难的时阵这个法老王第1摆到第9摆，直拒绝，无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到第10个时阵，伊才服落来。虽然伊服了，心内也是毋甘愿。所以伊就跟摩西讲到暗暝伊讲夜间，法老就叫摩西、亞倫來講，說起來，念恁以色列恁叫以色列人對我的百姓當中出去按照恁所講的去侍奉恁的神耶和華吧。按照恁所講的，連恁的羊群、牛群攏總帶出去但是你得為阮祝福。你看，阮死遐濟人，阮拄着遐濟代志並且恁有法能平平安安的出去因為上帝甲恁同在你得祝福阮所以以色列人百姓出入埃及離開了埃及，就到曠野咧，過了紅海，然後呢，到這個西奈山這座山頂，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代志，所發生的神蹟奇事突然看出神甲因同在，突然看出神是信實的，突然看出神是滿有權能的任何的勢力攏無法能抵擋上帝的旨意。這是真福氣，咱是上帝的子民，咱是上帝的兒兒，咱有這款的福氣來，佇這段當中因離開的這段當中有幾項神蹟有逐日咱來講的。頭一項，法老最終最後是答應了，允准百姓離開了埃及這是行了偌濟神蹟，伊才允准伊去，所以這個也是神蹟奇事。第二項，
耶和华叫以色列人伫这个埃及人的面头前啊蒙恩啊，怎样呢？蒙恩呢？因为因离开的时阵，在埃及人啊将金器、银器甲衫裤摕互因带出去啊！这就是上帝特别的安排啊！哦，毋但啊无害死因，并且将金器、银器、衫裤互因带出去。第三项奇妙的代志是啥物呢？以色列人啊，知影这个时节的人口偌济啊？人口偌济啊？圣经安尼讲啊，伊讲除了妇女、交囡仔以外，凡会行路的男的有60万人，意思就是凡成年人强壮的成年人有60万人。如果加上在妇人人，甲在囡仔做一个算呢，有人讲可能有超过200至300万人。哎呀，因初初入去的时阵啊，叫约瑟，叫伊在12兄弟叫因老爸雅各，头一摆入去的时阵只有70个人，但是这个时阵经过430年当中啊，因伫内面真强盛真发达愈生愈多伊即阵已经达到200-300万人难怪咧法老王叫做百姓的官员看见以色列人愈来愈多，愈来愈强换长一日叫外国人合力要来拍咱咱就灭国了。所以伊就想办法要怎来陷害，加互因跩苦难要怎样想法，甚至要甲因灭族。所以就想出办法。你会记得过去咱有讲到，凡那是生查甫以色列生查甫就敢急死，生女会甲伊存留咧，是生查甫就放咧水互伊流去。即款的手段，并且加倍会互因食苦，真侪苦工互因做。上帝怜悯因上帝怜悯因，毋但无害死，互因出来200-300万的人，佮刷落来去咱有可能看见怎样呢？当因出来的时阵摩西是领袖带领一个人就带领几百万的人，无简单毋但凡人数，也佫有啥物牛群、羊群，因会会加山有会拄车，有会爬担的，有会爬咧身躯的，哇！是规个人要行啥物方向也无电话人指挥，所以上帝实在是大有权能的上帝。伊用这个分条甲协调，什么叫分条协调？咱讲波士底迄个起处有迄个长长的，意思一个分就组做一个变做一个长长的分条暗时呢，伊变做协调圣经讲伊说是日间耶和华伫分条当中带因的路。到暗暝的时阵在协调当中伫照来光照因互因暝日都可以行行，都有可能行。无论暗暝要行，日时行，这分条协调咧带路。所以日时有分条，暗时有协调总无离开百姓的面前，这是代表上帝甲因同在那么这个分条协调对因偌久圣经讲40年，所以因伫旷野的生活咧游的时阵搬来搬去牵游，这个协调，这个分条拢甲因三甲地咧带路。
光照因，帮助因离开迄个危险。所以这就是神甲因的同在，甲因同在。但是因行向前行的时阵，上帝无带因一条较好行的路，是要叫因过红海。所以因200-300万的人来到这个红海面头前啊，逐个人戆硬咯，要怎样过去啊？200-300万人呀，有羊牛羊群，遮侪人要怎样过去啊？当因咧摇旗的时阵，后壁埃及法老的军队啊，攻来咯，因反悔咯，因要攻来，可能是要将因倒掠过去，还是要甲因拍死。因若是毋过过去，继续行的时阵，跩埃及的军队啊，会将因拍死。所以因叫偌侪军队啊。有圣经讲啊，伊讲埃及带了，法老带了600特别选的好的勇的战车，也有其他的战车，有600顶，也有其他的战车。战车顶面阁有啥物啊？军队。战车毋是咱现在的种的4轮的车，是马车，可能是2轮，头前有马，是2只，还是1只的顶骹阁有兵，有兵器，可能迄个轮的阁有刀，圣经无形容，就是真厉害，要来拍死跩200-300万人诶，换做因离开啊！上帝啊，本来以色列人向前行，迄个云条是咧带路诶。当埃及人攻来的时阵，这个云条刷过来，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中间，甲因砸咧。快要攻来的时阵，暗时啊，因未看到半项，因为啥物啊？迄云条一面是黑暗的，一面是有光的。感谢上帝，甲因换做咧。但是因着经过这个红海啊。上帝跟摩西讲啊，你夹这支拐，你手中的拐向这个红海，甲伊夹起来，向红海夹起来。摩西就照办夹起来时阵，红海来水啊，将分开2半，一边交一边，中头是大的路，真奇妙行大的路。当因跩百姓200-300万人浩浩荡荡就是行落去海底行大路，咧行时阵，咱有法通想象200-300万人，搁有跩牛羊真吵可能我迄囡仔伫咧嚎咯，妇人人伫咧惊咯，会走咯，会去跋倒咯，有反哇，这200-300万人伫咧行，最后行到对岸。那么埃及的军队也看到遐百姓落去，伊也是跌落去。当遐百姓行到对岸的时阵跩军兵法老王甲伊军兵冲落去的时阵摩西，上帝叫摩西，搁再向这个红海夹起伊的迄支拐的时阵，遐水搁再合来，跩600。特选的跩战车，叫其他的差不多成千人，就淹死伫海中。圣经形容，连一个人拢无剩，连一个人拢无剩。当以色列人跩百姓看到上帝所做跩代志的时阵哎呀，因逐个真惊奇去吓着，因就伫遐敬畏耶和华，伫遐真心的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呢？拯救了因的生命。所以过了红海以后呢，佮向东边行，伊毋是向左，伊是向右行，到一个旷野。
什么是旷野？是真大无水通啉的，所以规百万人你有法通想象，规百万人要去倒落找水啊，佫是旷野。所以因无水啊，后来找到一个所在叫做马拉，看到有一窟水啊，有水啊，哇！但是要啉的时阵啊，发现到还水啊袂啉咧，为什么呢？是苦的，苦水啊，毋是可卡可啦，是苦水啊，无法通啉。伊伫遐怨言哦，上帝就叫摩西，沾一张手。添落去水咧，摩西照做，当因搁再摇起来啉的时阵，迄水啊变做甜的，奇妙啊！苦水变甜水啊！这个描写什么啊？咱人的生命当中可能是苦的，经过了真侪苦难，但是经过上帝的手一个长长的时阵啊，苦就变做甜。咱的生命也是安尼，有主伫咱的内面吼，苦也是变甜。感谢主。后来佫来到一个所在叫做伊林啊，伫遐有12个的水泉，甲70丛的樟树，因就伫遐安营落来，伫水边安营落来，就伫迄个所在歇落来。所以伫即个所在吼，即着一个互咱属神的行理有一款属灵的意义伫遐。咱伫世间经过苦难其实这苦难是神特别安排互咱的属灵的训练，是训练上帝训练的一部分，是神所安排的造就。所以咱伫苦难当中，咱会受到这是上帝美意的时阵，上帝的意思的时阵为着对咱有益处，凡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水甜苦水变甜水最后是安尼。后来呢，因佫来到一个所在旷野，叫做信的旷野因无肉通食，就伫遐佫再来怨叹是阮伫埃及有肉通食，但是呢，来到旷野。要讨阮枵死吗？阮伫遐有埃及的时阵，也阁有肉通食，来到旷野无肉通食。但是呢，上帝阁再讲摩西讲，伊说到黄昏的时阵，因有肉通食咯；到早起的时阵，也是有人食咯。所以到黄昏的时阵，有真侪烟吞烟吞飞来，哇！因就伫遐咧掠就真好食咯，去卤的阿罗姆，还是做啥物去卤了，还是炒的，还是去炖的，还是啥物有烟吞肉通食。早起来有麻那是一款真细粒白色的圆的，佮甜甜做因的早餐，到中餐通食。暗暝有肉通食，所以感谢上帝。伫咱极需要的时阵，上帝有美好的安排来供应咱肉体甲身躯顶面的需要。后来因佫来到一个旷野叫做利非定这个所在拄着一群人叫做亚玛力人，要叫因拍战。所以以色列人无受过军队的训练，要怎样甲因拍呢？但是呢，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上帝就叫这个摩西讲摩西讲，摩西你爬去山顶爬去山顶叫这个另外一个人叫做户尔叫阿伦将你的手甲夹起来这个青年人约书亚就带军队叫因拍。当摩西的手夹起来时阵，约书亚甲带的军队就拍赢。当伊手绳放落来时阵在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摩西搁再夹起来，有这个阿伦叫何尼帮助伊手夹起来，伊就得胜一直来到最后。所以感谢上帝。
无论是虾米困难，有上帝的同在，甲上帝的办法就是得胜。后来因就来到这个西奈山的曠野，来到这个旷野上帝因就叫因前日踮山骹西奈山骹停落来，就驻扎伫遐上帝就呼召摩西去这个西奈山顶，就将10条诫命甲上帝的律法甲要怎样做这个会幕的代志佮向摩西启示了，向摩西启示。那么在律法有真侪方面的有生活顶面的，有这个工作顶面的，有判变顶面的，有跩咧祭祀顶面的咧敬拜上帝的跩的律法顶面的。但是最后咧，上帝叫摩西要做这个会幕。这个会幕的意义是啥物呢？会幕是上帝吩咐摩西伫山顶叫伊甲伊讲，伊说你伫下骹呢咧做用张幕用较咱篷布咧伊是用有特别的物件来制作出来的这个张幕，做圣所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所在，也是代表上帝徛起的所在，是上帝甲人同在的所在。所以这个英文的会幕，英文叫做 tabernacle， 伫希伯来文叫 mishkan， 伊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甲人三甲徛起上帝意思就是说上帝徛起的所在。就代表上帝甲人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会幕真重要。伫旧约内面一共提到这个会幕130摆，可见这个会幕这项代志对因是真重要那么这个会幕有可能搬来搬去的当因百姓要刷所在时，这个会幕也是迁移。对这个百姓迁移到什么所在就踮遐百姓停落来，这个会幕就是伫遐这个会幕呢，伫旷野所做这个会幕，也是将来几千年、1000几年了后伫耶路撒冷是耶稣迄个时代，还是所罗门迄个时代迄个圣殿无常的圣殿，迄个圣殿是用大石创的，这个是用一家这个动物物件所做的到内面的器具大概就是交迄个耶路撒冷的迄个会幕是内面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外面制作的物件是无同的但是这个是将来的圣殿的模式的款式是相同迄个意思那么这个会幕内面有啥物物件？会幕是一个4长方形的内面还有一个外面是一个围中头后较靠后淡薄另外一个幕所造成的这个叫做圣所。圣所的后壁迄部分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内面刻啥物呢？刻一个约柜是用金做的顶面是一个叫做施恩宝座施恩座两个天使这个约柜内面一个4长方形的一个 box， 一卡箱下骹搁两支咧光的迄个管两支叉咧光的。内面约柜内面刻3项物件，头一项是玛纳，第2项是阿伦的迄个发芽的迄支铜拐，第3项呢就是法版，就是摩西迄个10条诫的法版。这个约柜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
也就是较停的，咱要讲伊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内面的至圣所、至圣啊，就是最底神圣的所在，有这个一个帐幕、幔子啊，这个看的 curtain 啊，杂咧啊，外面呢有三项物件，就是香的台，这个是一块桌内面是咧刻，顶面是咧刻饼的啊，桌边呢是用诶有7支的啊，一座会去做是灯台啊，灯台。那这个圣所外面呢，有一个叫做洗手洗脚的这个盆啊，内面有水啊，要献祭时节，人洗手洗脚洗清气才献祭啊。这个出来呢，搁较出来是一个祭坛，是用铜所做的祭坛，所以这个花幕是代表上帝甲人同在的意思。那每一项内面哦，都有伊特别的意义。比如说，像至圣所内面迄个约柜哦，英文叫做 Ark 啊，伊的功用呢是表明啊神甲人立约、甲人同在的意思啊，就是代表神伫内面啊，神甲人交通的一个所在。出来有这个帐幕，有这个香坛啊，也是香坛咧点香的。毋是咱现在即款有量啊，即款的因的制造法吼，就是你的烧迄个烟呛气，这个就是代表基督吼，伊功用是咧摕香、咧点香的所在啊，是代表啥物呢？代表基督的侍奉。那么这个桌啊摕饼的吼，就是代表啥物呢？基督是咱的粮食，生命的粮食吼。那么迄个灯台呢，金灯台吼。金是代表神的迄个荣耀，台呢啊，迄个灯呢是代表发光啊，生命引出照亮的意思啊。所以在每一项皆有伊的意思，代表说咱信主的人吼啊，要为主发光来荣耀上帝的名啊。迄个铜所做的迄一个祭坛呢，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公义甲人民是上帝公义的审判，还是赦免啊？所以这个祭坛呢，就是为着来献祭，将迄个牛羊踮遐抬，再献托烧了，就是献托上帝。啊，迄个至圣所交迄个圣所中头之间有一块真宽真长的这个幕啊，这个 curtain。啊，迄个是啥物路用呢？就是隔开人无法通随便交至圣所，因为人是罪，上帝是神圣的啊。一直啊到主耶稣伫新约的时阵，为着咱人会做钉死伫十字架顶，代替人受刑罚的时阵，人若相信就可能得救。所以当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断开的迄一时刻啊！圣殿内面一个真贵、真大地、真高的迄个帐幕、迄个幔子哈 ，curtain 哈，裂做一半，就是开了。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人相信伊，就可能进到上帝面头前，甲上帝和好啊，拢有可能来到上帝面头前。这是借着主耶稣。死伫十字架顶的代价，为咱流出宝血，咱是罪人，辛苦耶稣基督啊，罪就得到赦免，咱可能进到上帝面头前来，得到永远的福气。所以对顶面的这个会幕啊，讲到上帝愿意甲人同在，甲伊的心意是啥物啊？所以这是属灵的意义是真重要。到后来呢，这个会幕是人间的会幕，将来有迄个真的会幕伫天顶啊实现了。所以这个借着会幕建造启示
什么呢？神真渴望甲人相合伫咧，愿意甲人建立迄个亲近的关系。那么咱人要怎样亲近呢？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做基督，咱就可能亲近神啊。人可能相信耶稣啊，来到施恩宝座前，求伊的怜悯，将咱一切的重担来交托上帝。啊，咱基督徒啊，就过圣洁的生活啊，就迄个水啊，叫洁净啊，叫罪得到伫迄个祭坛顶面献上啊，来赎咱的罪过。所以迄个灯，迄个灯是代表发光的意思啊，所以拢是代表说咱属神的行列，在基督徒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因为咱得救啊，是经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真重的代价，甲咱买赎过来。因此呢，保罗啊，伫哥林多前书第6章迄搭甲咱讲：是竟毋知影恁的身躯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对神来的，是点伫咱内头，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咯，因为恁是真重的代价是买赎来的，所以恁伫你的身躯顶面啊，来荣耀上帝。所以这就是上帝爱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兄弟姊妹，啊，咱现在伫这个倒在多难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当中啊，咱啊应该着亲像一盏的灯啊，为主来发光啊，来发光甲这个热来。伫咱的生活顶面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来引带人来归向主哦。也是咱来到这个拜饼的头前，食迄个饼，因为主耶稣是生命之牛，咱有了耶稣的生命，有了迄个力量啊，有了属灵的开力，咱就可能侍奉主啊，来荣耀主。咱也就来到这个香坛，香坛是代表基督啊，咱属主的人借着基督甲主亲近，来反省咱家己的生命，并且借着香烛这个基督来亲近神，来成做咱的服侍啊，甲主建立、甲人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咱也毋通袂记得。咱信主了后，咱有迄个真宝贵的身份啊，是耶稣基督用重价、真重的代价将咱买赎来，所以咱应该就来荣耀啊主的名啊，主的名。所以咱有了主的生命了后啊，咱应该就欢喜快乐啊，咱世间的苦难啊，无法能叫咱甲社耶稣隔绝的，所以圣经啊，勉励咱啊，伫这苦难当中，会晓活靠主啊，上帝是听咱交代。圣经安尼甲咱讲，伫罗马书第8章第32节开始，讲说神既无听惜家己的囝。为咱众人舍命了啊！兼无也将万民甲伊啊一同的白的赐予咱嘛。伊讲上啊33节讲上啊有法通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就是咱做信主的人，有神称呼为义了，神称呼人信主的人为义了，那上啊有控告义人呢？34节，上啊有法通定因的罪呢？啊，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对死来个活，到今仔日伫神的正旁也推咱来基督啊。上啊有法通叫咱甲基督的疼来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毋是啊！圣经佫讲，既然连伫咱苦着迄个疼咱的主，伫一切代志顶面已经得胜有余咯。因为咱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食着死，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代志，是将来的代志，是关厝的，是家厝的，是别个受造之物，都无法能叫咱甲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才有的。很感谢主，这就是上帝所托咱的鼓励。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有盼望的，咱毋免惊。迄个太身躯袂太咱灵魂的，咱毋免惊伊，因为有主是咱的生命，伊是永远的，伊是荣耀的。将来有一日，当咱离开了这个世间的时阵，永远甲上帝同在。迄个所在无目屎，也无病痛，无战争，无罪恶，无黑暗。上帝是永远的荣耀。感谢主，咱有了耶稣基督，咱就通放心。迄个太身躯袂太灵魂的，毋免惊伊。咱有主甲咱同在。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阮有了主，就是有了永远的盼望，有了荣耀。感谢你，虽然阮人也阁伫这个世上，虽然信主了后，也阁有苦难。也搁在疫情各款的灾难，但是阮毋免惊，因为主甲阮同在，伊是以马内利。上帝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困难当中随时的帮赞。阮感谢上帝，即款的疼阮，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阮，成做伊的儿女。这是阮万想袂到的，但是已经成就了，这耶稣基督的身就成就了。阮感谢你，所以阮求主，伫现在全世界也有偌侪属神的儿女，可能也伫困难当中，可能也伫这个灾难当中，可能也阁是病厝当中，也是受到各款的重担压力。求上帝你怜悯，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要如何。上帝的同在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的一切。阮感谢你，求主你祝福今仔日来到神面头前听你的道理的人，或者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求主你按照你的永远受伤台永远的生命，赦免因的罪，也托在基督徒靠主来得胜。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